过来消息来看，昨暗6点外，伫台东县卑南乡发生一件死亡车祸，一台货车伫咧驶弯的时阵去弄到奥多拜驾驶不幸死亡。这台货车顶头是一对爸仔囝，才16岁的后生，亲像想要帮有啉酒赛车的爸爸打坐。也毋过哦，警方看监视器，发现讲赛车的人是爸爸，嘛已经移送台东地检署侦办。监视器画面当中，一台白色小货车为路边颠倒向起步，行者换帅气高向倒发，结果对向一台机车，好亲像被副大档弄起哩小货车正面的车身，机车骑士受重伤。车祸现场，小货车搁弄空地一台货车车头猫入去，机车车头也规个变形。迄时阵，小货车顶悬是一对白仔囝，在菜市水果要转去，捌传出车顶16岁未成年的后生向警方讲，车是伊开的。快车道，这样那边就没有车窗，然后开过来。不过，警方调监视器画面，清楚看到事故发生了后，小货车顶悬老爸先毁，驾驶座落车查看，后生对着后头，因为机车骑士受伤严重，送医急救了后死亡。警方对这老爸酒测达超过标准，警方认为伊涉嫌重大，进行了移送台东地检署侦办。呼气酒测值达0.35毫克每公升，全案依公共危险及过失致死罪移送台东地检署侦办。警方呼吁天气寒，而且特别过年，千万唔通酒后赛车上路，避免发生交通事故，造成家己甲别人的危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